人生行到这，往事只能回味。哦，洗牛啦！洗什么牛啊？吼，迄是我对你手下留情。若无，你哪有法度食到土豆胖啊？哈！我知啦，这拢感谢妈后，你输我食，输我穿，输我借钱免还。我讲唔免钱。啊，三妹，迄汇款呢？来，摕来，摕来。你个记了了？这个代志我哪有可能放袂记啊？摕来。妈。咁一张大张的呢？我连今一张你也要计较？我是当然爱计较啊，这是要买厝的钱呢。啊？啊？啊？我你做收费100块做收费，拜托的啊！你当作我囡仔是无啊？那100块是当买啥？100块嘛是钱呢。你若无法度买啥啊？哎，行，没，我会来甲开玩吼。我是讲妈，你今仔烘的这土豆饭我特别好食。敢讲今仔日才好食啊？你自细汉哦，若看到包的土豆的哦，你就爱一直食一直食。啊，若看到包的红豆哦，就甲等在边啊，拢袂食。我就伫咧怀疑讲哦，你顶世人是不是吼，甲土豆结冤仇？所以这世人才这么爱食。哎呦，大大食啦，唔通计着。放心啦，这土豆饭是我上爱食的，我哪有可能计较啊？哎呦，你来看，你来看，哎呦，说你，随讲随计着，你真正是。妈，你叫我挂喺冰的牛奶，我点食？泡在你啉水冰的凉的呀。对。来，这鸡汤哦，我昨暗订到透早，哦，互恁家酒啉的，给你探烧吼。透早就你啉鸡汤，敢会伤补？啊，恁爸仔囝昨昏去啉甲个3更半暝，敢袂伤费泪啊？啊，若是无费泪，哪有鸡汤通啉？啊？哎，无，讲生起来，开玩笑的。对啦，儿子啊，这几天吼天气较寒，你哦爱穿较济，爱穿较少，穿较够。透早去带团哦，你都爱较注意安全。啊，若是拄着迄恶客哦，你就爱忍耐吼，啊，唔通千万唔通甲人冤家呢。哎呦，你嘛知我一支喙哦，总后袂拉哦。我无想甲冤家相报，我用讲我就讲赢伊啦。好，我差不多同时间甲我买。好，哎，等，不给走，来，落去食哈。哦，最近我嘛有搞这土豆饭，真正是我的最爱。来，你行进前。好，我要来去啊！好啦，落去较细哩哦。我知。咱哦，无法度后生过着好日子，已经真见效。啊，上起码哦，你嘛做一个好模样互伊看啊。我哪会无啦，哈！我听你伫咧讲啦，你哦无正经啦，安康哦嘛学你同款，叫我皮皮，真正是大狗换手，细狗乌样啦。当年我叫你的时阵，无偌久我就有心啊，结果走去跋筊，互警察抓去关，帮我一个人伫咧病院生囡仔，为着要过生活，我甲人学做胖。辛辛苦苦真无简单，才有咱这间汤店，甲咱的后生生大汉。结果咧，你去互放出来了，若无甲我斗相共，我安尼世界弄榴莲。公司的人事命令已经发布啊，我即摆开始，伊就是公司的副总，嘛是一品的接班人。阿嬷、遐开的人，还佫有
这个公司的同事、客户，拢会用上严格的标准来要求你，你这个嘛愈来愈重啊。啊，不过你唔免烦恼，妈一定在你身躯边支持你、保护你，尽全力来你斗相共。妈，我知影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做，你放心。是讲最近我看你的笑容愈来愈少啊，你敢有啥物心事？无啊，我哪有啥物心事？我卖过骗啦，但我是你的妈妈呢，我也看袂出来。我知影拢是我，是妈妈对你的要求想要济，才互你压力遮尔啊大。我要多谢你，多谢你为着妈妈遮尔啊认真打拼。袂啦，妈，你对我遮尔好，会当为你做这个代志，我足欢喜。各位资深的帅哥美女，大家好！今仔要甲你介绍一个真好食的物件。我咧介绍之前，先甲你讲一个故事吼。我问大家，这个哦，饲猪还是要饲饲料，还是要饲粉？哦，啊，互伊食这个海蜇肉啊。这算起来，这猪应该是食素的啊，食素食的，对无？啊，若是这食素食的人，敢会使食这只猪的吧？会啊！敢是啊会呢？会啊！我甲这台车的人啊，头壳拢拜怪啊！唔过我有一个朋友甲愈奇怪，啊，以为咧食早餐啊，啊，大家嘛拢知影，这食早餐的时间是为暗时11点到过顿工的10点，这中间的时间绝对袂当食错的，对无？对啊！一摆迄个叫我抓包，我就看到伊甲迄猪肉我摊咧上，我讲叫我抓包哦，你头食你要用分组处罚，讲袂啦，分组无可能知影。我想怎无可能知影？讲我只要把这猪肉我按伫咧嘴，到我11点过了后，迄分组就无可能知影，伊就袂甲我处罚了。我讲听你咧做，哪有可能知影？你得该讲尻川的啦。司机大哥，你是咧开什么车啦？你是卡究竟是无？那向打断打只向啦？无啦，中红灯啦。无代志就好啦。无代志，大家搁继续吼。我即嘛重点是要讲哦，这个猪肉我真正有够好食啊！今仔跳楼大拍卖，俗俗啊买就好，一包100，2包200，啊若一摆买5包，算你400。这400听起来敢若怪怪，啊300啊，恁讲好无啊？来，等下，叫我试食一下，我恁试食一个，来，试食一个哦。那这红青灯哪会遮尔啊久着？阮甲客户约会时间，毋知赶会。爸，你放心吧，一定会。好，来，哎呦！请订啊！大家食了好食无？好食吼！啊，好食想要买哦，较等我做一下电器的，啊了后再甲你收钱，好。来，一个帮我吼，来3包，啊你咧？2包啊，5包，哦哟，我讲面2包，你嘛2包，啊你3包，啊你哇，你看生意真袂歹，哎哟，安尼啦，为了要感谢大家哦，对我的捧场哦，我即马就跳一下舞，互大家爽一下啦。无代志，莫紧张吼，我继续摇啦吼，
司机大哥，你即摆是咧洗啥啦哈？你洗身的衫也袂洗，还足危险的。迄车顶有坐台人，你知无啦？有人客又安怎啦？我就是袂爽。我你即摆是咧袂爽啥？袂爽就车讲啦。司机大哥啊，无你到底是安怎？你是昨暝困无饱，是甲恁某冤家啊？袂输甲你食着早共款，你心情遮尔歹。人咧载人客出来，毋知哦，人客欢欢喜喜，毋食着。你今仔若是有人客无欢喜，伊毋甲咱买物件，咱无趁着钱，甲无大钱的。咱若是敲电话去甲迄公司投诉哦，是够，你就真正包我款款等于食家己啊，你知无？食家己就食家己啊，有啥物稀罕？哎呦，这句话是你家己讲的哦。我即马就是敲电话等去公司讲一件代志。是够，你若是真正用石头，你就莫等遐改啊。那你车是怎要开啊？刚讲你个人家等在路边哦。我无亲像你这样无负责任啊！我跟你讲啦，我嘛是有游览车司机执照的，你若是袂爽叫，我来开啦。大个慢的啦，你心情看到无好，你嘛莫甲思念情绪走来空货的。大概拢是要出来趁钱的啊！你着车好啊驶，有遐人客欢喜，以后毋才会找咱，咱毋才会趁钱对无？看我袂爽哦，嘛莫甲钱过袂过啦，拜托互相配合者好无啦？好啦，我知影啦，我后壁袂过安尼啊啦，歹势。袂啦，要来吃，行。卡叔，你若会当来公司，公司一定会当甲你斗3工，互你继续完成你的目标啊。毋过大家毋是拢无希望我甲俊杰继续做伙，而且我若转去公司，就大家拢爱看着俊杰啊。我无想要放弃，毋过我更加无想要互俊杰感觉为难。你哪会咧？卡叔，你若会当控制好你的感情，你面对伊的时阵，你会当公事公办，你莫哪会互伊感觉为难呢？毋过我俩准讲公司会开这个条件，就是希望我离开，不搁去影响到俊杰啊。开这个条件的人是当署长，迄是因为伊无希望你两个人做伙。毋过即马既然你两个人已经分手啊。来哦！各位资深的帅哥美女们，来，要食物件就去遐食物件，若是要买物件伫遮，若便所就位迄边哈，半点钟以后哦，准时伫遮集合哦，一定要准时哦，要准时哈，若无就放昏觉，买物件遐哦遐，来，洗一洗，洗一洗，来，洗一洗，哎呦！今仔又食袂歹，水哦。啥？我啊手续费遮贵哦，我嘛拢已经无钱啊，援助我嘛拢少啊。好啦，我搁想办法啦。大哥，原来你是咧还你妈的手续费？是啊，之前大汉金歹吼，拢无车带走，即马真无简单会当出来走啊。结果阮母啊，手术赶紧用钱啊，趁的就无够开啊，我实在无法度啊。那，拢我你啊！这是今仔咱谈的钱啦，要到一个小费。照规矩要一人一半啊。不要紧，你先摕去啊！你莫出事较重要。为着以后我要趁一机会，要较足济啊！大哥，以后若是拄着哦，麻烦一下啊，请你好好配合，好不？无问题啦，一定会啦，多谢你的。会啦。爸爸，我倒来。儿子，安娜，今仔日带团安怎？敢有拄着什么奥客啊？哈？无啦。就算是拄着奥客，嘛无伫个惊呀。我徐天福的囝呢，带团的天王呢，对不？
爸，一家头铁跳。是啊，是我规下不管安尼硬食，无啥会爽快。可能是这阵啊伤忝啦，佮加上迄游览车内底迄温度较热，佮温度差足济，唔知安尼应该是淡薄有去互感着。干唔对哦，安尼简单，妈吼，给你烤刷烤的。哎，免，你嘛无用规工嘛足忝啊，无需要安尼啦。我着加啉一寡温开水啊，加休困一下，应该就无代志啊。我袂忝啦，你迄刷若是无烤出来，你啉搁较济温开水吼，迄拢无效。以后吼绝对会流白筋啦。哎呦，讲到家己哦，袂输是女神医共款呢。我甲你讲啦，其实哦，互你口刷哦，毋但是足疼，而且佫无效。规气哦，互你出去哦，互咱掠掠较爽快啦，吼，去。你即摆讲这啥意思啊？你讲我口刷足疼，佫无效？好啊，莫哭了，莫哭。无啦，妈，迄我甲你讲，迄拢是爸你嫌的，我是无甲你嫌哦。我颠倒感觉你口刷比外口的师傅佫较厚啦，所以我若是有刷，一定爱互你口我规个身躯都爽。有听到无？阮儿子上相信我，上听我，才无亲像你，今日伫咧讲吼拍打了。来，好，儿子，食对无？对，对吼。我甲你讲哦，我准备要哭啊吼，啊等下吼可能会较疼，你着吼爱小忍耐者吼。这里靠，我鼓励啊，好见。来，我要哭啊！靠。哎呦喂，好啊！我看人家的面色哦，不是皮皮啊疼呢，是非常之疼哦。你这不是口刷，你这是虐待小动物哦。什么你虐待小动物？你要试看卖？哎呦，我的乖囝哦，较忍耐吼。你真正是我百年难得一见的看的好主。我要甲你这样讲。给你挂一个吼模范孝子的奖杯给你，安尼我唔得该甲你感谢，拜托你啊！谢谢。哎呦，儿子啊，你安尼放较松的啦吼，莫安尼这么紧啦。有啦，做伤啊儿子，你甲妈讲啦，你到底吼伫当时要结婚啊？你嘛紧互妈吼量早抱孙的好无？无啦妈，我即摆还较少年，假说我即摆若结婚，安尼毋是足可笑的。嘿妹，人讲哦，何必哦为了一头乳牛来放弃规个农场呢？你即摆这话是无尊重女性哦！哎呦！妈，你两下要冤家，你等到口煞，你才搁改冤，而且你家己嘛知影，爸个是伊个最爱讲生笑的人，你是哦。哎呀！什么伫爱滚生笑？是你旁拢无好笑，伊哦，敢若遐安尼5、4、3年尔。哇！今天别搁哭啊啦！吼，伊敢无用我啊？别搁哭啊！哎呦，袂用的啦，你都无看到伊较这边吼，无出刷，这无哭出来哪会用的？爱较出力。妈，你也较出力落去哦，我人真正爱过往去啊！我跟你讲，多谢你安尼甲我哭我规个人吼，身躯拢偌轻松的，迄血拢通透啊，我已经好啊。而且我嘛袂个感冒 ，OK？ 好啦，小个哭。我靠人拢，我先去开门。出头家，这啦。免啦，我小等就有代志，我要转去啦吼。我是是什么代志啊？我会记迄厝势吼，我已经回来你啊，敢无收到？有啦，厝势我有收到啦。我是要来甲恁讲一声实个啦。因为吼，阮后生讲要接我转去下港住啦。这间厝甲店面我拍算要卖掉，所以你若是
厝甲店面买袂掉，安尼阮要安怎？嘿啊，恁若是想要买吼，我是会使较俗淡薄仔卖恁啦，无我就要卖互别人啊。到时阵恐惊的，恁都爱换所在大，店面嘛爱搬啦，真歹势啦吼。哦，我先转去处理代志啊吼。哦，好啦，先行你吼。谢谢。买啦。嘿，这个厝头家无意无事哦，讲要卖厝就卖厝哦，这赶紧，咱是要搬去倒位啊？哎呦，上主要是吼，咱这间店已经开几落年啊，人客嘛真固定啊，咱若是要搬去倒位？搁再讲嘛，唔知影讲生意好啊歹。无多啊，代志都拄着，是爱解决啦。无安尼啦，妈，爸，你莫烦恼啊，我这阵嘛，我先去外口找看嘛，找看有大个所在个店面无，看安怎，我再甲你讲，好啊。哦，好啦，你小想看卖吼。好啦，莫烦恼。咱虽然无法度吼，互安康吼过了真富裕的生活，上无替伊买一间厝，互伊成家立业啊。我吼一定会想办法，替咱安康哦，甲光明顶点的好势，互伊将来哦做好起来。重点是吼，你爱陪我回去啊。来，歹势哦，这位小姐已经送你回去。但是你若是无去遐，我会使陪你回去，我会使我来刷。啊？你来，饮酒。我真正唔知影讲哦，这间酒吧有一个这尔水的酒醋小姐，你叫什么名？我叫晶晶。晶晶哦，我们是天天一闪一闪亮晶晶的晶晶。哦，你的名真啊不了好听的，亲像你的人同款，安尼一闪一闪亮晶晶。小姐，我今仔敢有这个会用的，让请你订一下饮料的。难怪爱上班。唔免上班啊，我饲你的。要唔过我阁想要参像有一人共款，当买名牌的包包、名牌的衫来穿。唔免名牌啊，你无需要买什么名牌，因为你本身就亲像一个名牌同款。啊，唔过除了这以外，我阁想要参像公主的生活共款，就讲有人哄抬。无问题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小公主，我就是你的仆人，我一定会好好哄待你。臭小囝，你既然敢甲我钱，我看假伊啊妹啊！伊今仔日业绩会当达标，拢是我买。伊今仔无论何，一定要带我回来去。那嘛较拜托个，你互伊业绩达标，伊就要对你等，这什么道理啊？人是酒醋小姐，不是酒店小姐。你若是唔甘哦，你就甲你拄则买遐个酒全部拢甲搬倒。哇！你是咧讲什么笑话啦？伊拄则明明就答应我，要带我回来去，我唔敢来买酒。无，我拄则明明就唔是安尼讲，我是讲你人缘道阁有爱心，我无讲要甲你倒去啊，你一定是啉酒就听唔到去啊。好，你让我装啥？你嘛较拜托个，你只买几罐仔酒尔，就爱阮女朋友陪你回去哦，哈！你真歹啊！拄则我已经讲啊，你是酒醋小姐，不是酒店小姐。你若是兴致要你去酒店啦，就算是酒店，嘛无可能我咧黑白乱。我警告你哦，你较自觉上好即摆就赶紧走哦。啊，若无，你爸真正就一次打死个弄好你唔知。你是伊的男朋友？废话，等我看袂出来，紧走！你后我会记，行，带。你酒一敢拿？行，来走。阿爸，多谢哦，就来替你行起，别甲这个来哦。好，莫叫算啦，你算好后尾啦。当时要下班，我巴肚枵啊呢。你敢要去食啥啊？当然嘛袂。这是我今日去赚的小费，就这哈。
真真啊，为着小慧你甘愿牺牲设想，互遐人去食豆花，安尼敢好？有钱通好赚，有啥物唔好诶？互人蒙贵啊，也袂减一块吧。讲正经的啦，你以后莫搁做酒厝小姐好吧？你去找别个头路啦。会用的啊，那你即马甲我讲，有啥物工课赚了比酒厝小姐较济？无对无？你莫看阮酒厝小姐足简单的呢，趁钱嘛是爱有方法的，不管是面对啥物人客，阮要用无共款的方法来对付伊。帅哥，刚才没煮咖喱做快递吗？快递两时在 N 岛，我也当给你打折哦。打折哦？你写单打几折啊？1折、2折，还是可以跟你对折？哎呦，帅哥，你哪会叫我讲三笑啦？你敢有女朋友啊？你是甲我当作是塑胶哦？讲你啦，目睭是青的哦，无看到我坐伫遮哦。我就是伊的女朋友，拄食伊的笑话一点仔拢无好笑。这个查某囡仔哪样哩假？歹势啦。哎呦，袂爽啊！哦，我该食醋呢哦。当然啦，看到家己的男朋友要劝妹妹，心情哪会爽快？好啦，莫生气啦。我有一个这么水的女朋友，我哪有可能去找别个查某囡仔？我拄则哦，一条火要甲你创治的，好不好？来，你是上爱食物件，给讲。来，好讲哦。那你们看差不多。对啦，之前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哦，万一我是讲万一，若是有一个有钱人要爱你做伊女朋友，你敢会甲我放的做你老婆？那是当然啊，我这世人上爱就是钱啊。他说讲若是会当拄到一个好野人，莫讲是对伊走啊，伊若是甲我讲咱结婚，我马上对伊去订。哇，你这个人哪这么现实啊，够绝情的呢！我跟你讲啦，你家己嘛知影，这有钱人就是任性，而且怪癖阁足济。无亲像我这人好斗阵，而且对你有较温柔体贴，阁始终上介重要是，我体力好，可以满足你所有的需求啦。我唔相信。哎呦，要不你甲我斗相共搬厝？你搬无几项物件，爬无几层的楼梯，都忝到皮皮喘啊！你即马甲我讲你身体好，体力好，啊无你去讲吼，早再来我看。啊，算算去，当作我无讲啊。我上起码哦，你要我做啥我就做啥，就算你袂爱我做，我嘛是该斗相共啊，对无？那，这是你阿妈安养院的钱啊，你摕纳啦。啊，若是有剩哦，你再卖一寡补品，甲阿妈补偿。还是你想好？哇！哦，足甜足甜哦，哎，较细粒较细粒啊！你脚趾听啊，搁红红的，你妈妈是毋是搁教你刮痧？系啊。伊的技术无啥好啊，你哪莫老是甲伊讲？安尼伊以后就袂教你刮痧啊？袂用是啦，袂当直接甲讲啊。啊，像安尼我妈有伊甲伊做的代志，不要紧啊，为着我陪到听着讲啊就好。上介重要的是，伊欢喜就好啦。你妈妈欢喜，啊，不过我看了就唔甘的。我来替你敷敷诶。哦。真是多谢你诶！你安尼甲我敷敷诶哦，我规个人拢轻松起来，袂疼咧。来，你甲食菜。爸爸，回来啦！这个。哎呀，晶晶，哎呦，爸爸，晶晶甲专工买哦，你上爱食物件哦，要让你做宵夜。哎呦，就感谢你呢，晶晶，这，哎呦，你知影无？阿姆足想你的，看小姐。哎呦，真真啦，这几工无看到你呢，愈来愈水哦。迄是因为我有阿姆、阿伯，还有安康甲我照顾啊，所以当然嘛愈来愈水啊。是讲阿伯，
哇，你最近哪看起来，都还愈少年啊呢？你刚刚两个人看起来根本都无像爸仔囝，你是兄弟才对啊！哇，那个真真啊，你的嘴有够甜的啦！啊，无怪阮到安康哦，互你食死死的。啊，一天无看到你哦，袂输得到迄相思病呢。无啦，哪有？迄是因为伊受过伤啊，受到我人作上啊，我毋才去找伊的。好，拢莫讲，来，做伙食，真正。奶奶，我已经食过啊，恁食？啊，你食过啊？哦啊，有要啉啥物无？啉果汁好不？你等我一下好。晶晶啊，来，你试看卖，这是阿母家己做的迄水果醋，啊你吼加啉罐，啉落了吼，会互你皮肤安尼水当当吼，加啉罐，啊身体吼嘛会较健康。香的呢。啊对，啊等下你若是要转去吼，加炸几罐转去啉，吼。好啊。你今日就听完呢，我袂输就是恁兜的查某囝同款。俺希望吼，你会当做我的新妇。啊，你是伫当时要嫁阮安康啦，恁吼嘛已经交往一阵仔时间啊，感情嘛稳定啊呢。啊，嘛爱好好计划讲吼，恁后一段人生的规划啊。我嘛就想要做恁的新妇啊呢。不过结婚生囝是爱开足侪钱的，安康今嘛伊无车无厝嘛无钱，这你放心啦，阮安康吼是有厝啊啦。啥？我有厝？真的假？若有厝，还佫有店面。是哦。华华，你是拄则去困，搁伫下面咯？咱哪有钱去买厝甲店面啦？哎呦，啊煞唔知都，哎呦，亏得吼恁，恁拢唔知啦，我有办法啦，恁吼拢等咧看啦。啊时到吼，晶晶啊，你都要紧叫阮安康呢哈。你是当然啦，安康，那你那是有厝店面，阿伯你就是头家呢，阿姆就是头家娘，安康就是面包店的小开，我就是少年头家娘啊，就欢喜嘞，我一定要嫁过来，好好养好啊。哇，真你真正做拍算你。其实吼，这毋是真正搞拍算，是真正知影，伊若嫁互阮后生吼，伊就随会当享福，会有幸福的生活。那我们开始期待哦。哎呦，是讲晶晶啊，恁敢若加较瘦呢？啊，你是毋是拢无食物件啦？哈，啊，若是安尼哦，以后我是要安怎抱孙？哦，俺问你，你是毋是最近食物件，感觉讲敢若无胃口啊？物件拢食袂落？敢若是有诶。安尼你放心，俺甲你吼烤烤的吼，俺绝对甲你烤到安尼心凉鼻洞开吼。啊，以后吼你食物件，就会愈食愈济，啊身体嘛会较勇健，对不？来，好来。哎，妈，其实即马真正上个需要，毋是开皮，是需要困眠。你敢知影？你自昨到即马，规工拢无困，足忝的啊。我最忝无敢当去睡一下。啊，不过唔免偌久呢，敢无爱哭一下哈？妈，我看安尼啦。哎呦，我看爸这几工仔面敢有较静哦，应该是酒啉伤多哦。啊，困无饱面这安尼，你别哭，你规甲哭，安尼哦，伊的身体嘛哭啊，规血用嘛通透，好。晶晶，妈，我先带晶晶去我房间休息一下啦。阿妹，你先入去啊。对啊，先入去哈。晶晶啊，我要给我靠姐，别，你靠爸的啦。